要用的，哦，还有不了，香蕉叶有了，还有那个那边还需要2次3个桶子，懂意思吗？哦，再来是什么 r e v e g r e v e g 是什么？小米。对，小米弄成已经是小米糕、小米饼那种，还没有煮做啊，快要做阿拜之前，你们看到云娜他们在揉，就说准备要做阿拜的时候，就是那个，最后就是要放它在上面，好来做我们的这个。其实也可以不用油，当然现在的人因为怕它会粘住，哦，其实用那个猪肉的那个肥肉其实也就可以了，哦，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太油了，哦，有些时候我们的族人太依赖沙拉油，太油了，哦不好，哦好，那就是用那个肉，所以呢，我们那个最重要的收获剂，哦，最重要的就瓦扎比。做完之后才是祭典的开始，好，所以这也是祭典的开始，要先做，后面的收集祭典才会有那个，因为这个晚上到时候老师会跟你们讲，那这个晚上他会等待啊，等待的时候要干嘛？那就是开始在教育，去教育年轻人、男人、男孩、老男人、壮年、青少年、小孩子、男人，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扎比的场地就在这边，哦，老师希望你们都有亲身去操作过，哦，所以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哦，我们去工作，我们去学习，这些老师也都是一样在学习，哦，等一下我们就，女生去插这个不了，啊？那不用电池。电池，等一下再说，哦，然后男生等一下，我们再去。拿一次石头，哦，懂吗？哦，然后这边的地我们看怎么样再整，哦，可以哈。来，那1、2、3、4，我们先一起过去，来，男生帮女生拿，来，好。